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最近这几年来，亚洲各国拢想要做新创经济带头，台湾嘛是输人唔输阵，推出所谓国家创新经济发展方案，目标是2025年所谓产值翻倍，希望达到6.5兆。 政府想要烧热民间的创新动能，但是实际执行是拄到真侪困难。尤其台湾现部相关的法令根本都对袂着时代。譬如讲，有一间互国际金融界真看好的支付业者，都互台湾的司法单位认定是违法。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就透过《天下》杂志的年度特别企划《海洋台湾梦》。 咱做伙来了解，面对全球所违法的浪潮，台湾要安怎做出改变？他无奈地抱怨港台一日来回。5月份开始就蛮常去香港。他在台湾做新创，快有心理创伤的那一种。早上坐最饱一班飞机过去，下午或晚上就回来。 他绝对不是特例，只是为了签个名，或是为了做一个公证。还有一位，政府鼓励他回台做新创。去年的8月3号当天被要求停业，其实我们10个月是不营运的。那加上我们的资金全部被冻结，结果做到被检调送办。真的没有想到我们会遇到立法单位的一些不同步，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要离开台湾还是在台湾发展。 让我们欢迎 HIU 的创办人 TK。郑兆刚2013年创办 HIU 订房网平台的在台房源数，在2017年底正式超过 Airbnb， 成为新创圈的佳话。大家都想知道他的秘诀是什么。我觉得创业最重要的第一件事，第一天就要开始 full time。那我自己就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自己上是前2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一直都在前的公司工作。那实际上我是请我太太辞了工作，先帮我 run2年的公司，对不对？他和太太的梦很大，一开始就想做全球化。目前已进军港、日、韩、泰、新马等国，会员数超过40万，拥有6万笔房源，涵盖60个城市，是名副其实的亚洲民宿霸主。去年底再获2亿台币 B 轮融资，是前景看好，潜力无穷。但很少人知道，他在创业初期差点因为台湾法规翻船覆没。一般的银行，因为他从来 没看过我们这样的模式，你们这个模式太奇怪了。如果你收了钱，中间那个1个月，你就人就跑掉了怎么办？对不对？那不愿意做也还好，我们就找了一些我们中间叫 Payment Gateway 的公司。对，那我们配合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说这个在台湾的法规是不合法的。当初我们就差点就断绝。 消费者在平台订房付费 ，HIU 代收把钱交给第三方金流业者，消费者住宿后，金流业者再把钱付给旅馆。这个现在看来很普通的模式，在第三方支付法立法前是行不通的，因为 HIU 不是金融机构，你就是不能碰钱，你 out。 当时只剩能提供线上刷卡的银行可以救他，但大多银行在传统思维习惯上都不愿意和没有资产可抵押的新创业合作。而郑兆刚其实也不孤单，许多从仓库、车库起家的新创，在台湾都面临到同样的困境，阻碍发展。它有一条应该是中华民国境内的交易应该用台币清算，汇率有时候一来一回会差到5到7个% 的 spread。 HIU 的眼光从来都不只看台湾，要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但是当日本客人要订韩国民宿的时候，按台湾法规，房价必须先把日币换台币，而不是直接换成韩元计费。多了一次汇差，对消费者来说价格贵了，对 HIU 来说是大大削弱了和其他国际平台抢生意的竞争力，只好到能做外币网络收单的香港成立分公司。
这就是郑肇刚劈头抱怨港台千里一日还的原因。像我们或 KKday 这样的公司，基本上都是在境外做，因为在台湾做不了这个。如果真能够在台湾做，我觉得对台湾的金融业也是好事情，它人多一个业务嘛，其实这项业务没有法规规定银行不能做，但也没有说可以做。就在政府不鼓励、银行态度消极的情况下不做，即便郑肇刚多次与银行金管会陈情，都只获得一句“回去研究一下”后不了了之。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中华民国政府是我们最大竞争对手，对不对？因为这在法规上实在太多不确定性，就对了。因为只要政府的函一来，我们就知道又有什么大事情，就对了。但是这发生1、2次以后，就会发生很多寒蝉效应，而寒蝉效应已经在新创圈蔓延。在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竞赛中，樱桃支付针对跨境网购，在24小时内媒合2个不同国家的人互相代为付款，省去国际汇款手续费的创新模式，打败全球300多支团队，得到大奖，成为台湾之光。那当时郑肇主也真的也很支持，他觉得我们的 model 以他的认知上也不存在法规问题。他说你没有违法，说你好好做，有机会就成为独角兽。被政府看好回台发展的樱桃支付，却在1年多后因遭诈骗集团利用，被检调认定没有反洗钱机制，以及涉嫌地下汇兑，违反银行法送办。司法机关他们还是用既有的法规来看，因为现行根本没有所谓的 fintech 相关法规。我们面临的这个状况，其实就是一个自由新政的结果下的牺牲品嘛。虽然金管会认为没违法，司法单位却不认同。政府单位就像多头马车，快把樱桃支付扯得4分5裂，4200万资金被冻结，国际拓展停摆，连自力救济都困难重重。台湾考反洗钱师的话，至少要2年工作经验。可是呢，那时候我要去报考的时候，发现说你没有银行经验，因为我以前是都在网络公司嘛，所以应该台湾网络圈应该没有人有这张license啦。那是第一个，我应该算第1个。樱桃支付被要求必须加强洗钱防治，但在台湾不具备银行背景的人不能上课考试，最后是向国际反洗钱师协会陈情，才跨海考到证照。旧时代只有金融人做金融，然而新世界科技人也能跨界做金融，在都显示进入数位蓝海必须跳脱传统思维。国家要发展 fintech 是从政府、从总统提出来的。国家政策如果是这样定，那是不是就应该要对我们这样子的支持能够凌驾于这些各跨部门之间？但偏偏就是缺乏一个更上级的。就在营运停摆近1年后，检察官给了不起诉处分，而樱桃支付目前正申请进入能让业者在一定风险控管内测试新创服务而享有法律豁免权的监理沙盒。面对这次的挫败，汤化德和伙伴都说并不后悔回台湾，是创业路上宝贵的一刻，只是这一刻很贵，让这支曾经被看好有望成为台湾第1只独角兽的发展脚步慢了下来。面对数位巨浪，新创小船的船长抱持着决心破浪前行。台湾法规是一片充满暗流的汪洋大海，无际无边，毫无理路。身为航海士的政府，若思维难跟上潮流，没有留意航道上的危机，小船随时翻。我们提早让新创团队对于法规哪些是灰色地带得到厘清。有些法规风险不见得是我们跟法规协调完，法规风险就都不见了。所以我一直倡议我们国家要有一个数位长，最好是行政院副院长的层级，然后他才可以统合指挥各部会。其实美国白宫就是他自己有白宫的数位长，就直接 report 给总统。我们政府缺乏一个上位者的思考，就是说我们还是把数位经济看成是一个装饰品。美、英、日、中等国早改变心态，将数位经济视为发展核心，松绑或修法，确立游戏规则，塑造出有效发展的环境。航向数位蓝海已是国际趋势。台湾身为海洋国家，没有庞大的资源与内需市场，势必得更灵活开放。
然而，在政府喊出希望2025年数位产值能翻倍达到6.5兆之际，台湾在法不修、思维不变的情况下，本土原生的数位小船停在岸边就已屡遭凶险，遑论航向世界。Tick tock, tick tock， 时间不等人。海洋台湾若错过这波数位浪潮，将逐渐耗损我们科技、金融、医疗、网络等现有优势。要站上浪头，现在就要冲一波。